新竹香山地区原住民纳鲁湾部落，住伫咧部落内面的居民就反映讲，这几天小连续让发现到这有毒的饭尸青，而且佫会走入去厝内面。上界含的是有人伫厝内面一介就掠到狗母的饭尸青，大家是惊甲屁屁喘。是他的，我给他检查一下。哎呦，我这按没起来啊，这边。细里检查厝内每一个所在，都惊饭尸青向走出来咬人。在新竹市的纳鲁湾原民部落，最近连续出现饭尸青的踪掠，互住在遮的人暗时要困，拢无法度安心。我们都没有睡觉，小孩子也不敢去房间，这里都睡在沙发里。为什么跑去？这个地方吃很多。还有抓过最大只有多大只？哦，很大哦，多大？有这么长哎！啊，都什么蛇比较多？眼镜蛇。都是眼镜蛇啦。唔难呢，有人甚至一摆就在厝内掠到狗只的饭尸青。连续了，到昨天一直进来，总共几只9只。部落最近准备办丰年祭，大家拢烦恼死到游客带囡仔来参加活动，若是拄到饭尸青，恐惊会发生危险。改善土地上面杂草丛生的情形，市政府也提前派遣了除草的厂商到纳鲁湾聚落区域，还有旁边的公园进行全面的除草，也在周遭的菜园放了蛇类的诱捕笼，希望能提高防治的成效。市府表示，目前除了会定期派人来现场扫草以外，也提醒民众要注意安全。若是发现饭尸青，第一个时间要赶紧通知市府前来处理，千万唔通家己用手掠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